時隔個幾月嘅時間，終於有新節目更新，同大家見面。唔知道大家有冇掛住我哋嘅頻道？首先回覆一下，好多熱心觀眾私信我哋嘅問題。我哋嘅頻道並冇倒閉，只係因為工作安排嘅原因。喺呢段時間入面，頻道影片嘅更新頻率會比以前慢少少。希望大家見諒。喺冇影片更新嘅呢段時間，我哋並冇偷懶，已經有幾個我覺得非常有趣嘅 City Walk 主題策劃，正喺度進行資料搜集。另外，我哋仲忙裏偷閒，去咗一次三水短途旅行充電，所以跟住落嚟嘅一連3期節目中，大家不妨跟住我哋鏡頭一齊遊三水。三水位於珠江三角洲西北端，佛山市西北部，因西江、北江、綏江三江喺境內匯流而得名。呢次係三水之行，皆因我近期喺各大社交平台被三水南山鎮嘅礦山咖啡洗版，諗起我哋嘅頻道已經好耐冇做網紅打卡點呢類輕鬆嘅主題，所以決定帶大家去試一試佢。根據 DeepSeek 嘅回答，日照金山係一種山峰同埋光線相結合而形成嘅壯麗自然奇觀，描繪咗太陽光芒照射喺山峰上，使其金光閃耀嘅壯觀景象。喺我哋國家西部嘅好多山峰都以觀賞日照金山聞名於世，例如雲南嘅梅里雪山、同玉龍雪山、四川金枝嘅貢家雪山、西藏嘅南迦巴雅峰等等。顯然易見，要到以上著名嘅山峰欣賞日照金山，需要花費嘅時間同埋金錢，對於一個灣區打工仔嚟講係相當不菲嘅。我哋喺大灣區入面都會睇到日照金山，雖然只係平替破產版，但係都已經足夠吸引我前往打卡。我哋呢趟旅程嘅目的地日照金山，其實就係位於三水南山鎮嘅關山套礦山湖。關山套嘅前身係虎北石場，本地人又叫老虎窩，係一個有超過50年開採歷史嘅石灰石礦，曾經為三水附近水泥廠提供大量嘅生產原料。從2008年開始，因為環保原因，石場被禁止再進行採礦，礦坑逐漸儲水，最終形成咗眼前呢一個水域面積約506畝、清澈湛藍，被網友譽為三水藍眼淚嘅礦山湖。解鎖礦山湖嘅最佳方式，一定就係喺湖上面進行水上活動。喺位於礦山湖旁邊就係一個潛水俱樂部，提供體驗式潛水同埋槳板項目。作為輕度嘅槳板愛好者，一場嚟到當然要體驗一下。俱樂部槳板項目收費分為自帶板同埋租板兩種體驗，分別成為98蚊同埋198蚊。講真，呢個價格喺大灣區同類嘅項目中算得上係高價，但係正所謂奶都奶啦，揾笨就一次過。首先講下優點，礦山湖呢度嘅水質同埋景色喺大灣區同類項目中絕對算得上名列前茅。一邊望住我哋跟住落嚟會重點推介日照金山美景，一邊喺仿如藍寶石嘅湖面上享受遊玩板槳嘅樂趣。對於戶外運動愛好者嘅我嚟講，稱得上係一次相當愉悅浪漫嘅體驗。至於缺點方面，正如我前面所講，收費講唔上性價比。其次，礦山湖嘅水深可以達30米，雖然大家一定都會着好救生衣，但係對於不熟水性或者槳板初學者嚟講，係具有一定嘅危險性。最後，大家從影片中嘅畫面應該可以睇到。當你滑到礦山湖中心嘅時候，就會俾山上咖啡店打卡嘅無數遊客一覽無遺。對於我呢種伊人嚟講，壓力相當大。玩完槳板，時間去到下午4點左右，呢個時候係打卡日照金山最佳嘅時間。得益於當地政府對於關山套礦山景區嘅打造，無論係礦山登山道路定係公共停車場等嘅公共設施嘅修建，對比起我喺社交平台上面睇到幾年前景區嘅原始狀態，喺遊玩體驗上面係有好大嘅改善。但係友情提示一下，因為景點就係太熱門，即使係工作日，公共停車場嘅車位依然係一位難求。可想而知，到咗週末同埋公眾假期，遊客嘅數量會係相當恐怖嘅級別。所以大家有條件嘅話，都盡量避開假期前往，或者係等打卡熱潮退去。從山下停車場步行大概5分鐘就可以到達山頂嘅礦山咖啡。喺舊礦山上拔地而起嘅咖啡館，結合工業風嘅水泥質感同埋玻璃窗設計，同自然景觀形成鮮明對比，構成咗一處獨特嘅美學空間。突然間，我耳邊響起咗 Eagles 樂隊嘅名作《加州旅館》，眼前嘅 coffee shop 景色有一種令我恍然置身美國西部公路片嘅感覺。循例簡單講下 coffee shop 嘅出品，不過不失，均價30蚊左右一杯飲品嘅價錢。喺
喺一眾網紅打卡點當中都尚算合理。值得一讚嘅係，雖然落單人數非常多，但 coffee shop 嘅出單速度令我相當滿意。不過講真，大家嚟呢度醉翁之意當然唔係咖啡，所以 coffee shop 喺觀景位上面可以落足心思。無論係1、2層嘅觀景落地大玻璃，室外靠山前充滿露營風嘅桌椅，定係小紅書鹽酸嘅玻璃棧道，都足以滿足大家塞滿手機相冊內存嘅願望。另外，對打卡有極致追求嘅朋友，仲可以選擇店內提供嘅無人機拍攝同埋專人出片服務。至於價格方面係咪捉水魚，就真係睇你點睇。最後做一個簡單嘅總結，呢幾年大家都好中意吐槽社交平台上面關於網紅打卡點賣家秀同埋買家秀嘅區別。關山套呢度，無論係抗珊瑚定係日照金山嘅景致，居然都係難得一見嘅貨真價實。從單純打卡出片呢個角度，呢度絕對係可以排喺我本年度灣區景點推薦榜嘅前3位置。如果覺得本期三水打卡攻略可以幫到大家嘅話，就記得幫我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啦。喺三水嘅第一餐晚餐，我哋又選擇咗南山鎮上面一間以小耳花豬呢種食材作為招來嘅餐廳。小耳花豬係典型嘅小型豬種，頭短耳小，身形敦實，黑亮皮毛下藏住鮮嫩嘅肉質同埋獨有嘅土豬肉香味。佢仲被評為三水嘅10大好食材之一。老娘叉燒基本上係大灣區每間粵菜餐廳嘅必備菜式。相比起蜜汁叉燒，老娘叉燒嘅味道會偏鹹少少。好味嘅關鍵必然係要選擇三肥三瘦嘅五花肉。層層肥瘦相間，咁樣嘅比例食起身先會唔油唔柴，口感啱啱好，醬汁充分滲透到瘦肉入面，十分入味。而肥肉嘅部分因為香煎過，油脂都逼晒出嚟，只剩低土豬嘅甘香，用嚟餸飯真係一流。既然係以靚豬作為招來嘅餐廳，新鮮豬雜自然唔可以錯過。荷葉蒸豬雜絕對嘅原汁原味，對豬嘅品質係最大嘅挑戰。豬腰、生腸、豬脷嘅火候控制得啱啱好，原味咁保留咗爽脆嘅口感，而且一啲腥臊味都冇。最難得嘅係呢份蒸豬雜包含最多嘅部位，居然係最貴價嘅豬腰，相當有誠意。喺廣東話入面，我哋會用豬頭骨嚟形容惡啃嘅事情，所以當我睇到菜單上居然有用豬頭骨嚟做菜式，自然引起我濃厚嘅興趣，點嚟試下。雖然豬頭骨出名骨肉分布唔規則，食起身非常麻煩，但其實相比起排骨嘅部位，豬頭骨嘅部位肉質會更加嫩滑，豉汁蒸一定係定落嚟嘅，濃郁嘅豬骨味齒頰留香，就係驚豔到我。成餐飯食落嚟，無論係味道定係性價比，都令我相當滿意。小耳花豬果然有料到。最後歡迎大家留言同我哋分享一下三水仲有咩值得玩或者試嘅景點同埋美食。我哋下一期節目再見。